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8篇，耶利米书第2章23节到37节，希伯来书13章第7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纪念。基督徒到底敢会去拜偶像？其实是会啦吼。所以咱得爱非常的细致。咱知影，伫以色列人，因虽然领受着上帝的恩典，上帝救因脱离受奴隶的埃及地，但是因却犹原一摆搁一摆来背离上帝，去敬拜偶像。照着圣经的记载，咱讲巴力的敬拜。这个金牛，咱就是出自以色列出来及其的以色列人所做的，敢毋是安尼？可能有人会讲，以色列人已经伫埃及待430冬，所以因毋捌上帝，搁看袂到摩西的人影，当然会惊。听起来改像是对啦，但是咱举例来讲啦吼，如果一个人因为身体真紧急的关系，去互救护车送到一间伊真无熟的这个病院内底，并且呢紧急爱处理，已经咧开刀啊，开刀开到一半，伊当醒起来，甲医生讲吼，我甲你无熟吼，嘛看袂到你开刀的情形。我要请我所熟悉的医生来帮我开刀。你甲我这开刀的工序留咧，送我去某一个病院。相信无人会安尼做啦吼。耶利米书甲咱讲，当初是以色列的情形。圣经记载讲，你怎会太讲你无捌拉三家己呢？你袂捌拜过巴力呢？看你家己留伫山谷中间的脚印，来想看卖啊！恁做过啥物货？恁实在是亲像四界乌白状的野骆驼，亲像性欲冲动的这个野驴啊！发情的时阵无法度控制，讲的驴啊，肉伊拢总无困难。伫咧交配期间，凊彩就会当找着伊。以色列啊，毋通去追求别个神明，毋通日甲骹歹，日甲然后拢大。但是你讲无，我袂当回头，我爱着这个外邦的神明，我要追随到尾。以色列人不只是伫出埃及的时阵敬拜偶像。陆陆续续，因拢受到迦南地这个住民的影响，去敬拜着偶像。不但安尼，因阁非常的热切。济西方的人真爱即种亚洲，咱讲东方的文化，就到东方去追求即种文化。但是咱知影，东方的文化深深受到佛教，甚至咱讲道教的影响。咱来看到一寡有基督信仰背景的西方人，对着东方文化迄种这个拜的形式在行，甚至有人着学因穿迄种和尚衫，伊讲举香对拜吧，因感觉安尼真酷，真有文化的感觉。这种的情形就亲像当初时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因对着当地的迦南人追求着偶像的敬拜，却无要纪念上帝的恩典。不但安尼，以色列人阁学习着偶像敬拜中间上恶质的文化，就是将人因家己的儿女献互巴力。这记载伫耶利米书32章35节，
以西结书23章39节。即种诶军对着世俗价值观来行诶生活，即种行为就是一种离开上帝诶行为。因为伫世俗诶文化中间，总是掺杂着济其他偶像崇拜文化伫个内底。上即少就是讲，因为安尼因离开上帝诶教导以及要求。即种行为并毋是纪念上帝救恩的使命。圣经诗篇第1篇第2节甲咱讲，只有追求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每日思想上帝的话语，即种人就有福气。思想咱会当讲是纪念啦，吼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基督徒应该爱随时随刻来纪念上帝的话、上帝的恩典。啊，就亲像伫箴言22章第6节所咧甲咱讲的，着爱教导儿童行伫正路顶悬，互因对细汉到老拢袂记住，爱记得。本来翻译是安尼讲吼。教育儿童，互伊行伫应该行的道路，就是到老嘛袂偏离。申命记第11章18节到21节嘛，甲咱讲，摩西真早就已经提醒着以色列人爱纪念上帝的话，随时着爱真记真条伫咧心肝底。但是以色列人却是时常袂记住。圣经讲，所以恁着爱会记得这个诫命，刻伫个心肝头，着爱将这个诫命绑伫个手中，佮踮伫个额头诶，来提醒你。恁着爱将这个诫命来教导恁的儿女，无论是伫厝内还是出外，是伫工作还是伫休困。拢着爱来讲论这个诫命，恁着爱将这个诫命写伫厝内的门厅甲大门的顶悬，安尼恁甲恁的儿女就会当伫上主恁的上帝所应允互恁祖先的所在，迄个土地来享受当岁寿。天地存在的一天，恁就拢住伫迄个所在一天。咱会当参考伫《申命记》第6章第4节到第9节，以弗所书第13章第7节到第8节来讲，恁着爱纪念进前带领恁传上帝信息的人，回想因的生前怎样生活，怎样来死，着爱效法因的信心。耶稣基督伫昨伫今仔日。直到永远拢是共一样，并且希伯来书佮讲着，毋通互逐种的奇怪学说将你引入伫歪错的路，应该伫要倚靠上帝的恩典来健全恁的心，毋通倚靠食物件的规定，倚靠遐规定的人并无得到帮助。咱昨伫主日的信息中间，牧师有引用着7月发生伫英国 Birmingham 的即个大英国协的运动会，伫开幕式以及会场的事，应该是讲主办单位为着要展现一个真特别的开幕的印象，因用几若个月时间来制作即只铁牛啊。表演的时，阁有一群人伫甲膜拜，就好若亲像带咱倒转去伫旧约圣经的记载的情景共款。但是英国捌是上早的天主教做国教的几个国家之一，但是后来却因为国王的再婚，甲罗马教廷
诶来冤家，另外创造一个英国的国教。但是，什么时阵即个捌成做殖民国家的基督教信仰，将即个信仰带到伫全世界的即个英国，却因为殖民地的人取得了英国的国籍，如今反倒转影响着英国的宗教行为，渐渐因受到各种奇怪的学说的影响，已经进入伫歪错的路顶悬。因无搁再是纪念上帝的恩典，咱基督徒呢，咱着爱敬信，咱着爱谨慎纪念主的恩典。上帝话语诫命，免得咱嘛离开这个正道。诗篇58篇，执政的恁检有真正伫讲公义，敢有照公平审判人？无，恁心内计划做歹代志伫地上，恁用手对人施强迫，歹人对出母胎就行袂路，一个离开老母的腹肚就行偏路，讲白贼。因会毒亲像蛇会毒，因亲像毒蛇踢捌家己的耳孔，毋听乱蛇的人，也是咬念锁的人的声。上帝啊，求你拍止因的喙齿；上主啊，求你降长明西的大旗喙齿。愿因消失，亲像水流了了，亲像草受践踏打去。愿因亲像落雷带过即个会热，连面都无去，亲像妇人人流产的胎无见着天日。恁用刺仔来导火，鼎还袂热，伊就要光热啊风就沾较大，无倒一个来扫去。义人看见因受报应就欢喜。伊用歹人流的血洗骹，人就讲义人真正有好报。伫地面上，上帝果然有伫审判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伫阮的生活中间，会晓伫纪念主的恩典，会晓献上感谢，阿乐上主。愿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